你哋知唔知距離深圳最近嘅項目係邊度啊？就係我身後嘅呢個大華悅庭啦，冇之一啦。咁佢呢度距離深圳直線距離500米咋。屋企門口咧就有跨市嘅公交車站，2個站嘅距離咧係可以到坑子地鐵口㗎。咁喺項目呢度揸部電街咧，亦都係8分鐘就可以到㗎咯喎。重點依家開發商誠意滿滿啊，首期2萬蚊起咧就可以攞第一套精裝嘅3房單位啊，月供3000起啊，就等於喺深圳嘅租金喺呢度供一套房啊！依家咧我哋就跟住航拍嘅鏡頭睇下佢呢度嘅交通係點樣嘅。咁香港嘅朋友點樣過嚟我哋項目方便啲呢？除咗公交車同埋地鐵嘅話呢，仲有就係坐高鐵啦。項目距離惠州南站僅30分鐘嘅車程咋，同埋自己揸車呢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項目距離沈海坑子收費站以及外環寶龍收費站僅10分鐘嘅車程咋。項目6月份已經係開通咗香港直通巴士，可以直接去到香港嘅太子同埋荃灣。每日都會有發車嘅，直接喺微信搜索粵港直通巴就可以買飛嘅。業主係80蚊，非業主就係120蚊，1個鐘9個字就可以到達項目啦。整體項目周邊嘅生活配套、交通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從坑子地鐵站揸車10分鐘就可以到達項目啦。坑子地鐵站距離項目僅2-3公里嘅距離，直線距離深圳500米咋。咁坑子地鐵站周邊生活配套呢，亦都係非常之成熟嘅，有多個大型嘅購物廣場啦，同埋大型嘅生鮮超市。無論係行街購物、日常用品定係食飯，物價呢亦都係非常之親民嘅。咁喺項目門口坐公交車2個站嘅距離2蚊雞車飛，或者揸部電雞8分鐘就可以到達噶啦。經過秋寶路、惠州路段，目前而家建設改造緊嘅，將雙車道擴展到6車道，以後會更加省時，而且整體環境更加優美。大華悅庭嘅開發商總部係喺上海嘅，大華集團咧係專門做豪宅嘅喎，咁好多過嚟睇個項目嘅朋友咧都話佢品質非常之唔錯㗎。大華集團已經係連續10年嘅6檔百強嘅房企啊，物業咧亦都係全港1級嘅。咁大華悅庭喺廣州、佛山、江門咧都係有開發樓盤嘅，整體嘅開發資質實力係非常之雄厚嘅。咁佢嘅交付標準咧亦都係非常之高嘅，品質相當之好啊！咁依家我哋就去佢嘅示範單位睇下佢嘅品質如何啦。嗱，呢度就係小區嘅內園啦。咁我哋可以睇到佢依家仲喺度整緊嘅，佢係有啲係今年年底交樓，有啲就係明年年底交樓，所以我哋要俾少少時間佢啦。咁我哋睇到佢個綠化咧，呢啲部分整好嘅都係呢個綠化都係非常之唔錯嘅喎，綠化面積係非常之好嘅。咁呢度嘅話咧，仲會有個休息區，我哋有書吧。咁我哋平時咧喺呢度睇下書啊，或者休息下啊，飲杯咖啡啊，都係非常之唔錯嘅喎。佢呢個小區仲係做咗一個風雨連廊嘅，咁啊唔驚話會淋親啊，或者係曬太陽咯。係啦，咁我哋再過去嗰邊睇下，嗰邊嘅話咧仲會有健身會所啦，同埋業主呢度嗰個仲有健身會所嘅。咁到期時嘅話咧，佢會小區入邊仲會有兒童遊樂區啦、陽光大草坪啦，同埋1樓全部都係樓下架空層俾我哋業主休息嘅，非常之多嘅喎。係啦，咁我而家又到咗示範單位嘅大堂呢一度啦，我哋可以睇到佢嘅大堂咧，亦都係做得非常之大氣嘅喎。咁佢地面啦或者係牆面啦，全部都係用咗呢啲大理石嘅呢個瓷磚啦。咁呢度仲會有個休息嘅凳椅啦，非常之貼心嘅。好嘅，咁我哋而家就搭 lift 就上去示範單位嚇。嗱，依家我哋上到佢嘅示範單位啦，咁佢呢一個交付標準究竟係有幾好咯？我而家嚟睇下嚇。咁佢呢個開發商嘅用材用料咧，真係非常之 OK 嘅，全部都係一線嘅品牌嘅。好似呢個瓷磚咧，都係一線品牌蒙娜麗莎嘅。咁可以睇到牆面呢一度嘅話咧，佢有好多檢測嘅報告啦，亦即係話佢嘅用材用料咧，亦都係非常之環保嘅，冇甲醛嘅、綠色嘅。咁我哋屋企人或者有細路仔嘅，咁住啊都住得安心啲啦，係咪？咁而家嚟睇下佢個外牆嘅係點樣嘅嚇。
佢首先最底嘅話咧就係基層啦，咁佢會做咗2層嘅防水啦，中間咧就係保溫層啦，係可以做到冬暖夏涼嘅呢一個效果嘅喎。咁最後咧就係用水泥封層啦，最後咧我就呈出嚟咁樣嘅外落就俾我哋睇到嘅。咁我哋再睇下佢嘅瓷磚又係點樣㗎嚇。咁首先佢係喺原基層上面打咗層漿啦，咁中間咧就係隔音效果嘅呢個材料啦，咁上下樓咧就會話聽到噪音呢啲咯，咁再會有呢一個砂漿一層，最後咧呈現出嚟就係瓷磚面啦。咁我哋嘅牆面嘅話咧，佢喺原基層咧係會打咗兩邊嘅泥紙啦，跟住咧再打磨平啦，跟住再塗翻呢個底漆，最後咧就會上2邊嘅呢個面漆啦，跟住最後就呈現出嚟就係我哋見到咁樣嘅白色嘅乳膠漆啦。咁我哋嘅廚房咧亦都係非常之講究嘅喎。我哋先睇下佢呢個瓷磚嚇。咁佢首先第一層嘅話咧就係圓結構啦，咁第二層嘅話咧就係掛網，第3層嘅話咧就係木灰，第4層嘅話咧就係界面劑處理，第5層嘅話咧就係膠泥連結層啦，最後呈現出嚟嘅話咧就係瓷磚面啦。咁我哋嘅裝修咧有4大特點啊。首先第一個嘅話咧，佢全屋嘅用材用料係非常之好嘅，都係一線嘅大品牌喎。咁第二個嘅話咧就係隔音咧係非常之好，無論係呢一個牆面啦，或者係外牆啦，或者係地面咧，都係有做到隔音嘅呢一個效果嘅。咁第3點嘅話咧就係呢一個玻璃咧係做咗呢一個隔音啦，同埋隔熱呢個效果嘅。咁最後一個話咧就係防水系統做得非常之好啦，就好似頭先我哋見到廁所啦，佢係層層咁樣嘅呢個防水效果嘅喎。咁接落嚟嘅話咧，我哋就跟住鏡頭，我哋沉靜式咁樣睇下所有在售嘅戶型。
嗱，依家項目咧就睇完啦，咁我哋可以好詳細咧，亦都好直觀咁樣睇到佢嘅交付標準啦，同埋裝修嘅用材用料啦，品質相當之高啦，根本唔需要擔心啊。咁佢而且咧周邊嘅生活配套咧，亦都係好完善嘅，交通咧又方便喎，又咁近深圳啦。重點咧，依家首期2到3萬蚊就可以攞低啦喎。咁你中意呢一個項目嘅話咧，你哋揾到 Mia 仲可以同你申請一個70年產權嘅車位啊，同埋家電大禮包啊。好啦，今期視頻咧就分享到呢一度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